邀请大家，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看见你在伤痛人群中激励，看见你在绝望人群中打气，肉体的痊愈，希望在燃起。主，看见你在贫乏人群中供应，你亲自代替一切失去，忧愁已挪去，生命有意义。你的爱永不止息，毫无保留，为我牺牲到底。你的话坚定不移，想象成全神的旨意。主，看见你在伤痛人群中激励，看见你在绝望人群中打气，肉体的痊愈，希望在燃起。看见你在贫乏人群中供应，看见你亲自代替一切失去，忧愁已挪去，生命有意义。你的爱永不止息，毫无保留，为我牺牲到底。你的话坚定不移，超乎想象，成全神的旨意。主，我们求你把你的眼光放在我们的眼目上，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遭的人，让我们充满你的爱，知道哪里需要爱，我们就乐意付出爱。谢谢你，教会为所有的人打开，愿你让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旨意。我愿意跟随耶稣，走入人群，放下权利。我愿意见证福音，随时随地看见复兴。我愿意跟随耶稣，走入人群，放下权利。我愿意见证福音，随时随地看见复兴。你的爱永不止息，毫无保留，为我牺牲到底。你的话坚定不移，超乎想象，成全神的旨意。你的话坚定不移，超乎想象，成全神的旨意。我们开口来为我们永光教会祷告，求主把他完全的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把他的眼光成为我们的眼光，来搜寻我们周遭那微小的人。我们肯定他，因为他是神所创造的唯一。我们肯定他，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使命。好不好？我们也为台南神学院来祷告，让神学院成为真理的出口，让神学院成为福音的出口，让所
有的老师、师生，他们都在主的话语当中活出真光，活出主的道路来，好吧？我们开口，我们呼喊主啊，主啊，3声以后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预备来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呼求你，让我们更多体会耶稣基督的爱，让我们更多了解十字架的救恩。主啊，你为万人得救而明，不愿一人沉沦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荣光教会成为你福音的出口，让我们所看见的都看见他们的心里所需要的，就是十字架的救恩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所有的信物小组在继续运作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更多人回到你的面前，受洗归入你的名下，让他们的生命被改变，他们成为社会的祝福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也祝福我们台南神学院，让我们的神学院在真理上坚持，在真理上看见神的心意，在真理上活出你的亮光，让我们的老师、学生都能够在你的指引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，真的成为传福音的人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哈利路亚。我愿意跟随耶稣，走入人群，放下权利。我愿意见证福音，随时随地看见复兴。我愿意跟随耶稣，走入人群，放下权利。我愿意见证福音，随时随地看见复兴。你的爱永不止息，毫无保留，为我牺牲到底。你的话坚定不移，超乎想象，成全生命之意。你的话坚定不移，超乎想象，成全生命之意。我们把荣耀、掌声归给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！唯有他配的，唯有他配的，唯有他配的，哈利路亚！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你为我们开启了这又活又真的一条道路，就是让我们这卑微有罪的人，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涂抹，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。但是主，我们看圈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迷失方向，他们需要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们需要方向，需要力量，需要光照。所以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，用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成为你生命的见证。谢谢你，让我们教会更成为传福音的教会，让我们每次圣餐的时候总看见带领人来受洗归入你的名下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